Another end of the night, here I am back. Yeah, yeah, uh. 现在是早上的8点50分，然后现在我要吃早餐了，的东西了。现在要看一下戏，然后等一下我会读书，然后就是今天是会过一个很自律的一天。这个头发啊可以耐几久，因为我怕它怎样哦，它怎样都会卷回去了，所以我就一拿这个东西来弄着它，这样子就没有这么厉害了耶。今天下午的午餐是吃粥，有这个马铃薯，还有这个粥啊，现在在煮着。成品的粥就出来了。觉得哦，这个 kiwi 好像很不错，也很好吃的。所以就觉得想要来看一下这个 kiwi。嗨，大家，现在已经是晚上了。刚才下午的时候是在，好像就是温习一点点功课罢了。然后现在要来看一下戏呀，然后要准备一下明天的东西了。就这样吧，耶、